今天我拍的寺庙是觉罗寺，觉罗寺位于在青海省伊势地区南千县，觉罗乡政府的所在地。它的右边大约5公里处有三公公的深山，它的正对面呢有内根深山，然后它的左边的大约4-5公里处有喀内寺。喀内寺的话，以后咱们再谈啊。这个就是它是14世纪龙日扎巴建前创建的一个寺庙，以前呢就是著名的莲花生大师修行的地方啊。这里呢有一些莲花生大师修行的洞啊，莲花生大师建立的塔等好多东西啊。这个就是寺庙外部的建筑结构和内部的文物是特别的大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